真汉，你是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婉婉，当初你来投互阮东爷的时阵，是我做担保人的哦。当时元帅又搁将你派来伫咧我的帐下为将，所以你若毋是真心的，我的罪名是会比你较重，你知影？我知影。那安尼，你坦白讲，昨暗你是毋是要去迎娶元帅？哎呀，真汉啊！无啊，我问你，我甲四丁山敢有啥物亲戚关系？当然无啊。啊无，伊敢有欠过我啥物大恩？这应该无咧。你啊，你实在足戆的啦！因为人丁山哦，伊相信我，绝对袂去轻视伊啊。安怎样？丁山信任我，敢讲连你也咧怀疑我？这好啦好啦，阿娥，我就相信你啦。不过，伫咧西番压袂平的以前，我无想要甲你成婚咯。哦，是为虾米？虽然你毋是干涉，啊，毋过我还是着爱较小心一下比较有较好。因为，阮真家世代拢总是朝廷的功臣呢，所以吼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同款吼会继续照顾你，我也袂变心。也袂搁带别个查某囡仔，吼。真汉实在是一个憨直又搁可爱的人。元帅，王琦，我来想讲啥物？哼！哎呀，师弟啊，咱三个人大家拢有目的伫啊。你是希望将东条的大军打败，杨宗兵你是想要夺回你的未婚妻韩丽花，遐兵刀嘛？是希望将胖见迄队的铁板摕倒转啊！咱目的各不同啊，但是目标共同啊。什么话提起来讲啊？王琴查出当初就是伊脆弱无死，正教立规定解救四丁山，并且也甲伊讲韩丽花所受的冤枉，韩红是死在你的手中啊！哦，刁愿哦，行至四丁山也失败，家在计谋是无败露，也毋过现在，韩丽花已经也遗误四丁山的真相咯。哦，要若安尼讲起来，韩丽花甲四丁山，毋就言归于好，结成夫妻咯？哼，真话着搁讲咧。本帅最担心的是，因为韩丽花对着西辽山川地势真熟，有伊带路征西的大军，我看真紧，就越过火焰山，攻打白虎关。那安尼有影较歹咧。不过恁两个毋免急，兵都有一个妙计。会当互韩丽花甲四丁山啊，翁仔某感情搁拍歹。师兄，你有啥物妙计？赶紧讲啊！师兄，假使你来帮助我消灭征西的大军，
日后我一定会走上龙主，封你为护国的军师，并且以乌龙山、棋盘山首事一例为表谢意。这个话想影无影？绝不是言啦。好，不过这个苗家啊，咱首先就爱属于韩梨花甲四丁山，不但袂当结做翁仔某，而且会反目成仇啊！这个代志啊，就爱杨总兵你大声写了一封的书信，然后。用尽雄心献准业，双旗白手提完名。伯公啊，恭喜你哦，但莫阁啉啊啦！但是咧恭喜我的啥货啦？啊，毋是伯公啊咧带我咧甲恭喜。伯公啊，你毋是家己已经讲过啊？我即马伫咧恭喜你吼，是恭喜你阁做一zan好媒人啊啦！哦。唔通干那笑啦！你安外的代志拢放袂记的。你讲吼，二路元帅若甲韩梨花完婚了后，就轮到我娶嘛。一好啊！啊，老元帅吼都已经答应啊，你是咧叫啥啦？你是少年人的白啉奶。哎，你家己讲的啊！我是安那，毋是应该爱轮到我甲金莲小姐拜堂？哎呦，情势要紧吼，元帅即马着急伫要征北府关，等若过一站嘛，才搁讲啦。安尼哦。安怎？真罕的啊！你哪会安尼？今仔日哪会遮点拢袂讲话哈？我都讲袂出来心事。你，搁笑，等一下，你是笑心酸的哟。讲到你这老骹鬼吼，免大假啦！哦，我超工拄仔咧假心鼻啊！等人谁咧毋知影讲，你心内介意的意中人，就是挑冤哦。你还阁有啥物咧讲袂出来的心事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唔知哦，就较莫踮遐乱讲咧，甲我较掂咧。无老骹鬼啊！你若安尼无大，下头啊！嘿，你阁叫安尼，无大无细。前顶放啊，咱都已经拢约好啊，改过安尼。我是恁阿伯呢。啊！下头，迄话是你家己讲的哦，无你就甲我会记的哦。你讲，你若有代志要拜托我，你就爱叫我阿伯；若话我有代志要拜托你的时阵，我就爱叫你阿伯。啊，到即马，咱拢
你也无拜托我，我也免甲你斗相共，所以你也免叫我阿伯，我嘛免叫你阿伯，咱两个拢毋免爬来爬去啊。哦，即马拢免爬啊。我听爸讲啊，嘿，我看这个落骹鬼吼，伊今仔日有淡薄仔无啥对哦，无的确伊真想要有心事咧讲袂出来呢。这个人敢若有淡薄仔变相哦。真罕呢，你甲爸公啊拢共款吼，无论啊碰到啥物较大较小的代志，都袂用个失志的，知影？啊你敢真是有影遐爱挑冤哦？恁若真是有影遐爱挑冤哦，爸公啊才甲你做媒人。无，听爸讲啊，无着急，我无着急。其实吼，伫个代志还袂清楚的以前，我无想要带挑冤哦，因为吼，若安尼，我会对不起老王爷，也阁会对不起听爸讲啊你老大人，也嘛会对不起阮死去的安公啊。佫更加会对不起二路元帅世子啊，也佫会对不起迄个四金莲呢。金莲，你又搁伫咧生气啊？其实你阿兄都无毋对，毋对的人是你嘛？什么人叫你着无代无志，甲真汉讲，也才互真汉遐尔伤心。啊，毋过人我掠着干涉，这是事实的呢。不但无甲我记大讲，反倒当我趁互迄个干涉。金莲，人恁阿兄是宽大为良。要互挑冤哦，会当感动，来为大同效命。我想你这个代志以后也是莫阁提起呀。对喏，你拢嘛讲阮大哥上好，表示你若无介意，你要来对。你是伫咧讲什么啦？唉，阿嫂，其实哦，你叫阮大哥甲你骗去。那阮大哥是全天下的。上界无良心，佮上毋知好歹，佮上无信用，佮上偏心的人。是安怎偏心啊？阿嫂，富士的情义哦。汉丽我啦，伫咧我的大哥面头前，伊不但自我袂记的无要紧，佮自阿嫂你嘛袂记进。
人，我一个好夫人啊！点去。地基夫人老满兴，牡丹经年五回生，土天大作无边情，休气梨花有柔情。夫人啊，人非圣贤虽无过，夫人何必起心苦？不知情者有怪罪啊，打强作势将你背。如果比夫来游戏，开见将面暗相对，做阮略费你中钱，未必答应两团圆。夫人出言，冤枉太冤枉啊！辜负的平时的心放红，将恋未情中刀钱啊，也会伤魂啊！夫人用车步。夫人啊，你原谅嘛！伊嘴玉一言，万的婚姻，可惜我不能报答伊。你咧办事会后调，我必走心，对方的嘴叫，是的风啊心啊。哎哟，梨花纪念呐，贵当朝，忠心可对天标明，愿君今后情坚定，夫妻同心嘛，别还情。贤妻一心哦，好本领，写了早日用为名，但愿天下做平定啊，重生万民的乡的安宁啊！阮父岁纪念，下将令3日之后就启程，为妻原领先锋令，一马同生，因的路行。多谢夫人。四条山，3年前韩红就已经将梨花的忠心许配给我，想袂到伊是一个不争不责、见异思迁，竟然在殿前甲你私定终身。我的太师韩红，就是伊不该一路许配良夫，背信废用。四条山，你若是堂堂平辽王世子，官方二路元帅，
想袂到你却是一个无义无体盗窃少年。难道你唔惊有着恁世界门风受天下人的铁笑吗？我问你，3年前确实有甲伊有缘定亲，可有想事？也毋过，那你的亲都已经成年了。